正上。专家有地位，就是讲咱出来第5个人。是的，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5关拼奖金，上侪35000块，你咋登去哦？今日来介绍咱2位来宾，咱今日吼金牌弟弟哥哥拢来啊，金牌姐姐嘛来啊啦。先介绍我一边，阮的金牌哥哥，嘿，你片完，好，欢迎片完哥哥。大家好，我是片完，是我的队长啦。是。哥哥，咱谁那是金牌哥哥嘞？自我介绍者。因为我就是第几届？家己讲会歹势呢。袂啦，我甲你问吼，第几届？我得奖是第49届。49届，嘿，啊是什么节目的咧？叫做生活内底的科学。嘿，生活啦，咱小朋友的迄个节目啦。儿童节目的主持人奖啦。咱迄落啊，对好甲考起来。来，咱的队号叫做5、4、3、2。金牌哥哥，团结摕金牌。今日介绍咱金牌第2号哦。来，队长甲介绍落去。好，来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，我是片完的几乎。好，来，几乎搁甲介绍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伟仪，我是片完的大侠同学。你啊，恁同学是毋是嘛是对迄个小朋友拢较有兴趣？同学，嘿啊，而且看起来拢较肯会啦。嘿，欢迎你哦，同学，哈，来搁杀落去咧。大家好，我是片完大学同学的翁。这是咱家己摆报名嘛？应该是算是讲亲情50啊。大家招来。哦，再来一个，更较特别，我甲你讲。来，你听看嘛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明基，我是片完的姐姐的高中同学。听起来恁这边敢若，咱这边敢若介复杂啊！奇怪，当事人拢无来呢，这无来嘛？其实有来啦，伊伫咧外口啦。歹势你来啦，其实你来佚佗，介好佚佗。真正。来，今日欢迎恁咯。欢迎。好，我来介绍咱的金牌姐姐啦。这边嘛是金牌，演了非常之好。伫咧2004年嘛摕到咱金钟奖的最佳女配角，欢迎咱队长林嘉丽。大家好，我是林嘉丽。讲到2004年那个足贵一个。对啦，咱即马拢是先拜呀。先拜古早的时阵吼，嘿。你做很久远呐。迄做我就用台语讲台语的戏啦。好来。应该是讲我出道就开始播大爱电视剧，所以就拢讲台语较济，嘿，所以讲吼，感觉用台语咱台湾的话语吼，真正就水的，是啊，即马要甲咱迄落啊，甲咱今日介绍的是无肉的朋友，无肉一家伙啊，吼，无肉的朋友，嘿，是因为想要讲推广，互更较侪人知影讲，无肉的物件的料理其实真好食，嘛是来到这个市集真好耍，是，个用真笑，啥物叫笑，知无？笑，嘿，笑的意思是不是爽？哎对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爽对啦。好，紧介绍一下咱这无肉的朋友，第一位上水的吼，今日颜值担当的珍怡。大家好，我是珍怡，我是台北人，我平常时咧上班，放假时阵就会无话实习斗3工。是志工吼，听规台，我看到上水的迄个就是伊安尼，刷来这个真正足有规模的，是，我介绍大餐厅的总经理啦，哎呦呀，家己介绍。大家好，我为苗栗来，我叫金健，嘿，人拢叫我酷的，嘿，来介绍落去，欢迎啊！大家好，我是碧秀，我是台南人，平常时呢讲新闻，互大家知影，是主持节目吼，当然伫咧做志工的时阵呢，我是急救的教练，嘛是无肉市集的志工，欢迎哦，欢迎，好，来搁杀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吴胜元，我屏东人，我即马伫台中开餐厅，即马有2间，拢伫台中西区。今日要甲咱介绍真好食的无肉的料理哦，伊的料理真好哦。好来，欢迎啊！是，咱要
祝你生日快乐啊！请。吃看卖，吃看卖，这叫做拢无卖哦。拢无捌，这是上有爱的变色。恁先食，啊，阮有较杂食的，有人，来，拢有啊。你们试看卖。哦，还足酒味的哦。真的吗？你要爱咸有咸。哦。唔过你讲，这无吧？安尼敢会食得怪怪？袂。吼，伊即摆就是有植物肉，对。植物的做的肉。这内底有加乌醋、加米粒、糖、啊，还有柠檬，再开做清爽。落去冷冻过的豆腐啦，嘿，这去拌食无，这去拌。拌。我头拄仔在想讲一个中昼，一个早午餐，就是中昼落去台中先食一个，过食完了，过转啊食早午餐。对，够芳的呢。拄啊好，行程安排甲拄好。对。最好食呢。也上落去了吼，酸酸甜甜的感觉，真好。外口酥酥。对，真正的呢。包起来敢若臭豆腐。嘿，这迄种是臭豆腐，结果唔是冻豆腐。冻豆腐。无食到肉嘛，就是真善良，啊，再配一个善良的冷茶。哦，冷茶。我做会讲，我拄好有偷啉者吼，太好啉。因为平常时啊，我惊啥？惊迄个冷。冷味。我会惊，结果哦，伊这食下去拢无迄个油油的感觉。就绵密的，你知道？迄泡泡，头早个放喺迄个喙唇顶管。而且地迄落地芳，地芳搁有。系啊。食干咧，就想要一直食下去。袂使，咱留一寡互老师食，老师都无食着。无对，咱一定爱有食了一定爱有善良的心。留一寡互老师的善良。对。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是欢迎咱今日的老师林淑琪林老师，抱歉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今仔日看到咱金牌哥哥真欢喜，咱无卖素食好料理，欢迎大家做伙甲咱今仔日真优秀的两队做伙学台语。赞！感谢老师嘞，老师两队优秀的哦。系啊。好，咱两队优秀的一定爱同齐来拼一下台语。连面要开始啊！嘿，来，今日咱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我来讲，你来摇。家庭内底派出一个人来讲，另外4个人来摇，上尾啊摇到较侪题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我来讲。你来摇。是要安怎叫我来讲？你来摇咧？哦，咱这回合吼，两边啊派出一个人，然后来看后壁的题目是啥物。不管是用讲的、用演的，还是用接的，都爱互伊家己的队友摇会出这题目内底的名是啥。是好啊，不过两队倒一边要开始咧。无，咱两个替两个样。好，这个我来啊。哦。两斤菜。来，银先发，银先发。来，嘿，来，安尼就我来哦。银先发，好。欢迎咖喱姐姐。各位好朋友。咖喱姐姐。好，来，你有2分钟的时间，请开始。穿白衫甲你注射的是啥物人？好书。健康。嘿，咱伫阿里山看啥物？李春。健康。我这个叫做啥沙哩？落地啊。健康。来，有一种唔是米，嘛唔是米粉，底肥肥，迄叫做啥？健康。嫩小小，相反叫做健康包。定咧挂。水安。健康。叶启田迄条歌上出名12。12哦。12。嘿。安尼瓜熟。头前12哩。健康。对，迄种2字吼，甜的物件吼袂输烟钱的，毋过内底是松松脆脆。白糖粿。毋是。2字。金香。面顶有乌的嘛有可能白迄。毛土豆。不是。毛。健康哦，厉害。我就安尼吼，其实吼我心无改好3字啦，那啥物？头一字姐姐。姐姐啊，秀敏好。这真正就歹，伫迄落一种鱼，足大只的哺乳动物，金鱼。叫做金鱼。台语。伊叫第一字是大海底。海底啊。毋是第2就是大腹
海鸥，啊，正确，来，咱西面爱用。讲对啊，来，过来，来，咱有一种豆啊吼，字条嘛是，来拍过。啊，15正月15爱用。牙钉啊会，唔是啥物，这个物件，叫做地瓜钉。啊，正确，这个，过来，人讲，桂林，要拼谁无？时间到。真歹讲唔过恁真牛啊，係啦，嘿，又搁破紀錄啊，係啊破紀錄是，好來，第六獎哦，咱來看下，有破紀錄嘿，的，厲害，因即馬得到再分咯，非常厲害。拄则因的題目吼，來第一個護士嘛吼，護士吼，迄個日出吼，就是日出吼，咱去阿里山看日出吼，落地也是口袋嘛吼，好，過來米苔目就是米苔目嘛吼，過來頂扣扣就是比如講石頭啊，硬邦邦的吼，石頭頂扣扣，啊喙安即嘛，大家攏愛掛攏知吼，過來。这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吼，迄是咱的这个意思，就是爱拼才赢啦，吼。好，来，过来满脑，吼，咱拜拜定咧用的这个金米，吼。过来笑面吼，拄则有讲啊，吼，笑里藏刀，莫看伊安尼面笑笑哦，其实是安啦。做阴天的哦，阴天就是安那很阴险，所以咱有一句话讲啊，阴天啊，家人3寸深。哎呦，所以这种笑面好的人，咱要特别注意哦。是。过来迄个拄则因伫啊，这个海翁金鱼海翁吼，来啊，咱的面巾吼去讲到，还是咱的毛巾吼，甲一种面豆，做侪人豆啊分袂清楚，这大概是菜豆啊，哦，啊这是面豆，啊那这花莲豆，哦无共款吼。来，过来咱的灯笼就是瓜丁，啊上尾迄条。较早困，较有眠，叫人唔通做白日梦。嘿，是，好，謝謝老師。謝謝老師。因為咱內面真濟有台語的正字啦，對啦。像阮這嘛是台語的正字，對。吼，咱即擺豆豆去學台語的正字，就我這是食，哈，還有這是。煲，食煲的意思是老師是唔是你講學樂的意思？對，囡仔人食煲嘛，喜歡人家稱讚他。哎，哦，以後咱嘛通講食煲，喜歡被稱讚食煲。是，好，好，來這邊的來，下人來，我來。好，結完來請，來請，好，來，你有2分鐘的時間，請開始。好，你若是吼。有一領劑，啊！你要家己掛伫咧遐，你需要一個啥物物件？件啊！哦，正確。來，我是天氣哥哥，啊！我的邊仔有一粒啥？月亮。蜗牛。正確，來。你若遐有一個屎，啊！有一個物件，會過，迄是啥？好型。哦，正確。啊！一個人吼，伊就是吼，你講話伊攏無聽，迄個人。哦，正確。啊！一個物件吼，你安尼直直說，伊說，直直說，你就會講哇伊。伊安啊，3個字，伊這什麼色？這什麼色？白色色。啊，這個一個人吼，伊咧演戲直直哭，直直哭，你會講伊是啥物2個字？歌戲有誒。係啊，有人演小跳啊，有人演直直哭，迄個口大。啊，正確，來。你若要啉一個飲料，你需要一個物件。足夠。哦，正確，來。你若是吼，去一個足寒，7個字，你若去一個足寒的所在吼，啊，你若是吼，攏無穿衫，啊，迄個查某囡仔，你就會講伊吼，啊，安怎？海水唔驚流鼻水。啊，你若伫咧路里看到3個電火吼，啊，你看到迄個你就安尼，啊，看到迄個你就安尼。青陽燈。哦，正確。即馬吼，這我袂曉啦。來。你若是看到阮兜飼足濟狗，啊，恁兜飼足濟喵。哦，正確。來，啊，我愛食一個物件，外口軟內底，我袂曉講。你倒位袂？你倒位？我無緊，這個有2個人生了，足像的。香香。哦，正確。來，10個字，1年有幾工？365工。 360。嘿，唔該有10個字。隊長先表現，到底什麼人會贏到5000塊咧？
一年有几工？三5天。哦，先减5工。先减5工。 360。嘿，嘿，你有10个哩。时间到了吗？时间到了，哎，真高，来请你。嘿，恭喜咱金牌哥哥得到12分哦！好，第一题，哦，3间啊，3间拢会使。其实咱的字是写3间啦，就是衣架哈。第二个，因讲月牛的较无遐适当，吼，迄个月亮咱会讲月牛、鸡牛、狗牛，看你啥物腔诶，哦，拢有啊阮吼。遐就是鸡牛，对，鸡嘛有啊，你也去金门，伊就过年，嘿，拢对哈。第三，虎神，也是北部腔虎神，拢会使。苍蝇、热人、虎神、赢杯哈。来，第四，臭鱼人就是听无的嘛哈。来，第五，哦，比如讲，伊拄则咧比的鞋啊，有无吼？做清气啊，洗甲白色色，很白哈。来，搁来口弹，咱咧唱口条啊，吼。演迄个专门咧演这种的叫做口弹吼。第七，吼四关，第四讲，好，第八拄则讲无穿衫，哦，较无遐适当啦，是讲，比如讲，穿少安尼对啦。啦，12月天寒到要死吼，啊穿啊玻璃鞋甲底裙啊爱水，唔惊流鼻水吼。好，第九。青红灯还是青红灯拢会使吼，公主。哦，咱的教师节吼，纪念咱的孔子吼。来11是咱的猫啊，唔得猫吼。12哦，拄则因唔知要哪比肉丸啦，是肉丸啦，就是美嘛，中华肉丸真有名有无吼？啊，香生啊，嘛会当讲香生啊，拢会使吼。360行，行出状元有够厉害吼，到我都迄个约着，哦，恭喜，真厉害。好来看阮这金牌哥哥，金牌哥哥得到12分哦。哦，啊那阮这边的好朋友咧，嘛足强得到11分哦。哦，嘛是这样哦。啊，咱赢迄队有奖金哦。是，所以咱金牌哥哥得到5000咯。先把5000得到哦。好，进来去咱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嘿，手搭定高机，台语安怎讲？是台语安怎讲咧？啊，咱这回合哦，请咱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。嘿 ，Kevin。哦，伊会用镜头带咱去游台湾。哦，啊，伊咧游咱的时阵，若拄着伊袂晓，唔知影，伊就转来问大家台语安怎讲。好，手放在另个顶面哦。听我讲，请手搭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美丽这个来电啊，我是第8岁来 Kevin。今日我来到台中的新社，这个所在哦叫做薰衣草森林。您看卖哦，这花吼一大片安尼拢是足水的花草呢。啊，我知影要出什么题目哈？我最后就是一个山丘啦。啊，您敢知影山丘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山丘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山丘的台语安怎讲哦？来，咱请手搭。来。哦，进一个。山坡。山坡。是。来，老师是咪山坡？安尼就歹势咯。伊有另外一个念法。嘿，来手。想看卖，了解，你感觉咧？山区。你拄仔讲山坡加一片。对啊，问题是伊是，嘿对啊，伊是规个安尼。山区。风台要来山区地区的迄个住民爱会记得爱走嘿，山区是安尼嘛？山区吗？确定？又看卖啊。好，山区哦。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山区？安尼嘛唔对呢。所以因为咱喊你的念嘛，嘿，不要紧，咱听老师来讲，到底是山什么货吼？来，老师。好，咱正确的讲法是山轮，还是山轮啊？拢会使。山轮啊，哎，山轮啊嘛会使。是。
好，谢谢老师。老师讲这山轮啊，大家都对。对啦，拢听过，拢听过，不过拢唔知这就是山丘，嘿，以后大家会记得哦，吼，山轮啊，吼，安尼应该拢真了解啊，吼，不要紧啊，试一个水温尔啦，拢白手，嘿啊，吼，后一个更较好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，很好哦，来，请出题。来，各位准备有您能搞看买治疗。森林是没有墙的美术馆，到底为什么这个薰衣草森林会安尼讲呢？因为吼，薰衣草森林就是讲，这个森林吼，就是敢若一个无壁的美术馆。你看卖吼，就敢若呢100度同款安尼。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要来出题目哦。请问美术馆的台语到底安怎讲呢？请问美术馆的台语要安怎讲呢？好，美术馆的台语哦，吼，要安怎讲？请抢答。来，想看卖的吼。两个差不多时间呢。对。应该是美术馆。来，老师是美术馆。差一点点啊！哎呀，而且伊拄啊点头的时阵，后边嘛拢在点头。嘿，真好，哈，真团结。是。来，必须。美术馆，美术馆。你报道的时阵一定有讲过对不？是。嘿，确定哦。嘿，好来，老师是美术馆。安尼就对啊。哎呦。嘿，英差哦，差一点嘛就差足济啊吼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咱这边得了1分咯。好，咱来听老师解释哦。来，老师，美术叫美术嘛，所以3字咱来变美术馆。哎，你迄个术，迄是手术的术，无共，无共字，哎，所以美术馆哦。哦，好，安尼讲真正有道理，大家嘛拢学到啊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恭喜哦，不加油哦。好，咱今日换人。咱手边的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抢答，咱带当试哦。好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嗨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敢知影我今晚伫啥物所在呢？为什么这个所在叫做年轮邮局呢？因为吼，你若要寄吼，这个批，这毋是2-3天了就会寄互你哦，这都是要等到5年呢。5年，要寄互什么人呢？你会当寄互你家己，还是寄互你的朋友，还是家人，拢会使。我知影，我今仔日哦，就是要寄互5年后的美秀姐。好，安尼我要开始写哦。美秀姐，这张批是我5年前写给你的，希望你伫5年后会当继续身体保持 sexy， 搁这个面吼，就是完全窈窕美丽的模样，搁吼会当摕到金钟奖，加油！各位观众朋友，这张批吼，我是要寄予5年后的美秀姐哦。寄进前吼，我先来问您敢知影邮局的台语安怎讲呢？邮局的台语安怎讲？请手答。你是应该。我听较好啊。好来。邮局，确定吼，老师是不是邮局？恭喜啊！袂冰倒啊！嘿，袂冰倒啊！来分数可以的。恭喜得了1分咯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哦。来，老师，那咱部腔来讲，阮的第8条较悬，阮来讲邮局。好，那北部腔讲邮局，拢对。对，8条吼，南部腔较悬，北部腔伊就是较低，所以伊会变邮局。阮邮局，好，除了这个邮局的讲法，伫日本时代，咱甲讲邮便局。所以即马去，对，你若去日本佚佗，即马甲看会到这3字邮便局，所以2种讲法拢会使。安尼会当。OK 啊。嘿，有笑容的好。好来，咱即马今日换人。我请手答带当时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卖哦，这个薰衣草森林吼，就是真正是敢若一个童话故事内面同款哦。
吼，而且我后壁正好就是有一个旋转木马，不管是啥物年纪啦吼，尤其是细汉囡仔，我相信就爱来耍这个旋转木马，就是一直旋转。我知影要出啥物题目哦，请问旋转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旋转的台语要安怎讲？是旋转的台语要安怎讲？车枪搭。哦，阿基来。西，西，系啊，就西加公去就西，西就好。嘿，好，来，老师是不是西？那这个。我你西掉啊！天哪，无叫来，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！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真正哦。这木马嘛，吼，对啦，在旋转，就是咧，我的腔较悬，我会讲说，爱讲说是对的，吼，也是讲咧转嘛会使，也是咱用2字转说嘛会使，哎，所以单字说。也是灯色，哎对，也是灯，也是灯色，拢会使。来，今麦咱搁加油加油哦，别手啊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其实哦，大家拢好朋友人啊，讲成绩啊，是讲分数这吼伤感情。对。嘿，啊，你是可爱弟弟对吧？系啊。啊，伊是毋是可爱姐姐？是啊。恁熟识几年啊？差不多10年啊吧。你等你卖吃啊，你来吃就好。按牛姐姐。是安那？那平手要安怎？啊，平手就拢有啊。两边拢有钱啊。哦，安尼互你吃啊，互你吃。无紧啊，无紧啊。我今麦看到题目，我就开始带，我感觉我袂晓。就这就困难的呢。别。啊，拄啊西迄你唔知啊吗？唔知呢。西我知啦，嘿，啊，毋过今麦刷来可能唔知。像头拄啊山轮迄我嘛袂晓啊。哦，山轮啊。你拢。咱知影，其实有的台词拢有讲，对，听过，知影啊，斗袂开。你若看到迄字，你唔知影伊是安尼念。对，啊，其实咱拢讲过。嘿，对，真奇怪哦。因为我搬足侪台语，大家拢就是我台语真好。其实我看到台词，我会去查台语，是书店，嘿。才知影，无法搞啦。真正。好，来嘛是爱台哦。加油哦！来，秀根个连个点。啊，你唔讲我要吃？我做样子。嘛是爱尊重大会啦。不要紧，即摆你做互你看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哇，各位准备你看嘛哦，你这个薰衣草森林好嘛，当算这个荡秋千，我来算看嘛哦，我要开注意，我较重。好，哇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你今天就跟一个人来哦？跟我家人一起来。哦，跟所有人来啊。对，跟妈妈还有就是老公一起来。哦，这个，你看嘛，这个所在有够赞的，而且吼，坐算这个荡秋千，还佫会当吼看这够水的这个风景，对不对？好。你敢知影这个荡秋千的台语要安怎讲啊？我唔知呢。唔知，不要紧，咱来问咱的观众朋友好不好？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请问荡秋千的台语安怎讲？注意哦，请问荡秋千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，来，咱请唱答。秋千，生秋千，海千秋。哦，动秋千，我感觉嘛袂歹哦，有可能啊。这题拼输赢，倒一队会当胜出的，互咱继续看落去。来，咱请唱答。先试再搁讲嘛。真正就歹势，袂晓就唔敢试落啊。我先讲一个唔对的。好。看伊安尼，敢会有灵感。哦，人有够好的啦。安尼哦，好来，这小弟有够乖哦。我先凊彩讲一个。先牺牲家己就对啦。秋千，生秋千，三字吼，生秋千，嘿，生秋千。我感觉嘛袂歹，袂歹哦。有可能啊。动秋千，秋千，不会就是被我讲对了吧？是，公路处理。三字来讲。我动秋千安尼。动秋千，老师是不是动秋千？安尼就唔对咯。哦，互你一个方向，互你一个方向。哦。
阮后壁的朋友讲是海秋千。哎呀，足巧的呢。干嘛呢？海呢？海秋千，差不多，无同款的感觉。乜济秋千？海秋千。生秋千嘛是吼。有点合理。不过是算无共。嘿啊，无用海的好啊。海是袂歹啦，但是台语词有当时啊吼，无一定是照字。哦，来，海什么？愈问愈大声，唔通。海千秋。哦，是不是海千秋的老师？海千秋的对。感谢各位贵人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！好，咱来问老师是安怎海啦吼？老师，咱的秋千，华语是秋千，台语拄啊颠倒变，所以变啥？千秋。啊，所以用海的嘛，所以是海千秋。啊，有人讲海公秋，海公秋。还有人讲海中秋，其实这讲法做侪种啦，用海啦，啊来千秋啦，是啊，唔免嗲秋千，有当时啊，甲拜过来念嘛是对，啊你家己嘛会学着，吼，好来2位请回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分数，是的，看阮金牌哥哥这边，金牌哥哥这边得到2分，嘿，啊来咱这边的无牌好朋友咧，得到2分哦，所以讲一边2分，所以讲因的奖金偌济？哦，2边拢加1万，所以目前为止金牌哥哥15000啦。啊来，阮无牌是这里，嘛有1万哦，袂歹。真好，去咱第3回合无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2位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10位同齐拼输赢，斗阵来拼。是，这个回合哦，大家通互相参详。不过哦，咱若要做阵的时阵哦，咱拢会想讲哦，一个篮内面，全部的鸡蛋甲放下去，安尼是唔对的。那破就规人拢破。无唔对，就是爱分开的风险。所以讲每一组拢有家己的计划。我即摆来问一下吼，咱这个金牌哥哥。嘿，因为昨阮着全部集合。伫咧厝内底看电视，伫咧看恁的节目。啊，看恁的节目的时阵，就想讲吼，那会想全部的人拢无去啊。是，就是因为两拢破呀。对，阮就发现讲吼，袂使，安尼袂使。对，阮若是知影一个答案的时阵吼，有一个人爱选无共的。安尼上无，阮会当选5题。啊，那阮这边的，阮的无牌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382啊，382，嘛是安尼感觉。计划无？咱若是拢感觉同一个答案，咱就是。同款袂晓记，是啊，鸡卵免个放伫咧同一个篮内底嘛吼，若无确定，咱就2个3个安尼来分配啊。哦，同款的意思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加油哦，各位！好，来，等下我若喊3、2、1，咱就甲我试答案哦。好，来，上位咱请出题。请问团队当中先头是虾米人所掌管的机制呢 ？A. 苏毛公 ，B. 七牛马 ，C. 王母牛牛。你有10秒的时间。苏木先头，苏木空，七牛马还是王母牛牛？好，来个4、3、2、1，来甲我试答案。哦，阮讲白插啊啦。是安怎讲？因为这题敢若有淡薄仔较重。哦，不要紧。我选一个无共款。别，这个时阵吼，那内面吼拢鸡卵嘛不要紧，放有一粒石头仔入来就好。是，即马袂当拄着一个囡仔，应该牵破。嘿，所以讲，嘿，这边嘛是5条命拢是。是。啊，这边嘛是。是。我来问一个，来，队长，嘿，是安怎死的？安尼，我过去的时阵哦，
哦，王母娘娘啦，王母娘娘啦，大家拢知影啊，嘛是有印象内底讲吼，有听到一个故事，讲王母娘娘有仙桃嘛，啊有人会去偷班来食，买仙桃，嘿，啊班来食，啊可能会去用处罚安尼。哦，是王母娘娘你管的就对啊，是安尼，是啊那咱这边咧，我会记得，敢若还有一个名叫做蟠桃，敢是？蟠桃，嘿，蟠桃，对，啊就是食到会好运，长岁寿。哦，拢好的呢，袂歹哦，拢有记起来呢。是，啊，到底仙桃是啥人伫管的呢？吼，咱来看一了，咱的正确的答案是。是，真正名是王母娘娘啦。嘿，恭喜恭喜哦！好，来，咱来请老师来给咱解释。我若讲到仙桃，大家拢想到啥？《西游记》内底孙悟空扮演啊，头班仙桃来食个大闹天庭，对不对？啊，计讲是孙悟空咧管的吼，啊，其实是啥？这个迄个玉皇大帝吼，伊啊呐，迄个想讲这只佛教啊呐。哦，武功高强，哦，啊，今日在人间啊为非三者，吼，所以就甲封伊做齐天大圣，过去天庭的花园带观顾仙桃，吼，啊，迄个这种仙桃听讲的安那，迄个食了会得道成仙，长生不老，啊，就是你所讲的是王母娘娘伊咧安那掌管的哦，来，拢起荷花哦，好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你这个人互人献大仙去啊？你敢知影是啥物意思咧 ？A 是互人骗去 ，B 是甲人做三亏 ，C 是互人侮辱哦。恁有10秒的时间，是，嘿，献大仙，是互人骗去咧，还是甲人做三亏，还是讲互人侮辱啊？差不多来哦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，请起答案。来，咱先看咱这边 C A B A A。好，来，我即马来问者，来记的，你啥来选 B 咧？因为我是迄个。你是互人杀出去拿外口的？我是互人摕去拿外口的。你是另外一个拿啦。哦，不是杀出去拿外口。结果恁有5个拿啦。因为阮感觉讲吼，献大仙吼，感觉是你去互人骗去啊啦，安尼的感觉。哦。嘿，啊，不过因为阮都无听过，所以阮就想讲，啊，无先咱3个人选 A， 啊，一个 B， 一个 C。无人听过吗？献大仙。无听过。冇听过，只有嘛冇听过。继续。嘿，你啥哪是？感觉讲，咱讲嘻，台语有讲或者献水配献气，嘿，我感觉讲迄就是较无互人尊重的情形，所以我是嘿，所以我迄个谐音啊，感觉讲可能是这个意思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救命！咱即马 A 留着，其他的拢 B 甲 C 请一条。来，老师解释一下。咱3个选项其中这个 B 这个词是较嘛是困难的啦，哈。是。做三亏就是调情，所以咱唔好安那。带人的面头前，带做三亏，安尼吼袂看靠一啦，吼。好，啊，咱这条是讲献大仙嘛，吼。献大仙就是安那去互人用无老实的话，甲你骗，甲你拐，吼。比如讲安那，咱的媒体有咧报啥？报讲吼，有人吼伫咧菜市啊，吼啊做手哦，做手是啥？用诈骗的手法咧卖一种物件叫啥？当归头。你唔知捌听过无？吼，爱甲人啊啦，甲人假怂就是甲人骗啦，甲人骗吼。爱甲伊骗讲哦，这当归头吼，偌有效拄偌有效咧哦吼。啊，搁伊甲雕工安排伊家己的人，哦，在抢咧买，哎是，啊，互你感觉讲这物件足抢市的呢？哦，你知影啦？3、4千块嘛，对人啊啦，甲开落去，啊，甲买这种无价值的物件，哎呦，啊，这就是去互人啊啦。献大仙啦，献大仙是，就是向骗去啊啦。是。哦，敢若意思就是敢若讲，你甲当做是大爷啦。
是毋是迄种意思？其实简单讲，就是讲你去用无老实的手法去骗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是有可能讲，因为线大耳嘛，咱听物件拢用耳仔来听。啊，你甲你线落了，你听了，毋管好啊歹，拢差不多，啊，拢当做是好的咧。都买啊，对对啊。无定就是安尼哦，是以前的词就是遮水，足特别啦。听线大耳，好，老师谢谢。哇，线大耳，好你佳哉，咱拢无用线大耳。对。不过即马吼来看这吼命，咱就惊，一边有3命，剩3条命，1条命。吼，不要紧，加油呢吼。咱就继续该拼落去。甲恁讲一个哦，这回合是2万块哦。是哦，2万块。好，来，咱即马促销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。早年台湾的移民有一个恐怖的乌水沟，啊，恁敢知影伊讲的是倒一个所在咧？A 是台湾甲绿岛之间的迄个水域 ，B 是台湾甲澎湖之间的大海，吼 ，C 是澎湖甲福建沿海之间的迄个水域。乌水沟啊，我印象中是台湾海峡。大陆人要过来台湾，爱过一个乌水沟啊。大陆要来咱遮的第一站就是澎湖。澎湖咧中间。恐怖的乌水沟是倒一个所在咧？台湾重要的历史，你一定要知影。好，来，连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绿岛是澎湖甲福建。系啊，到底是台湾甲倒位咧？这一条命足宝贵的，这3条命来哦。绿岛、澎湖、福建。绿岛来哦，好来。5、4、3、2、1，来。时间到，起落。无 A 哦 ，B、C、C， 这边 C， 哦，吼对，来，若是 A 就趣味啊，是啊，那是 B， 我是拿 Y， 确定会水两，水两，应该是你拿内底啦。哎呦，感谢，我嘛唔知影，是啊，你是安那要死咧？你甲就。乌水沟啊，我印象中是台湾海峡啦。是，你印象？有一个讲法是，大陆人要过来台湾，爱过一个乌水沟啊。嘿啊，所以迄乌水沟应该是都大陆甲台湾之间，但是因为澎湖咧中间嘛，到底澎湖咧中间，对，中，所以澎湖伫中，系啊，所以应该第一个过的物件是福建甲澎湖，嘿，所以。哪内底的2是 C， 哪外口的2是 B， 所以讲哦，福建甲澎湖是拢有啦，吼。解释得真清楚。啊，咱这边就是较辛苦一点，就敢若通啊一个尔。是，你是安那算是福建？咱较早咧读历史的时阵，就讲到大陆人要来咱台湾爱过乌水沟，所以咱福建就是为大陆迄边嘛，大陆要来咱遮的第一站就是澎湖。哦，澎湖，阮是安尼咧想的。是。所以讲是澎湖。就是澎湖甲福建中央的水域。是，来，咱来看一了。好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大家拢册嘛捌读过，对啊，吼新闻嘛应该拢捌看过，啊嘛拢听过，对。啊，到底是安怎咧？嘛唔知，问老师上清楚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有一字较歹读，水域、水域、对，咱无腔较悬，域，嘛无腔水域，嘛唔是域，是域，域。来，这个乌水沟吼，是伫咱台湾甲澎湖之间的这个水域，就是台澎海峡。台澎海峡，这个名词是新的吗？无啊，就叫台澎海峡。台澎海峡。对，来啊，遮有啥？乌条的这个海捞，捞对遮过。乌条的海捞就是那个黑潮的洋流，洋流叫做海捞哈，捞对遮过。啊，因为这种海捞啊啦，真串捞就是很湍急，
吼，所以呐风影就大的，所以船啊而且不是呐会冰船，所以互咱渡海来台的啥先民，怎啊呐无命变做水老师，所以才互人叫做恐怖的乌水沟。吼，伫台湾400年的开发历史里，有一句俗语讲啥？登山过台湾，心肝结归元。吼，嘛有一句俗语讲过台湾，10去6死3老一回头，10个过来6个冰船死伫乌水沟，4个来到台湾，3个留落来，1个无都适应甲转去，这拢是咧讲咱较早的先民移民来台湾的啥艰苦甲风险，所以这条乌水沟伫台湾的历史上是真重要的。是。哦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我这听到我们在聊聊心声的感觉。哇，6死3个，啊，一个佫未适应，转去啊。对。哦，啊，其实这个题目吼的答案就是咱国下学的清朝甲黑潮啦。是。其实大家若会记的，就知影应该是平遥甲台湾之间。是，不过我甲你讲，咱即摆来看分数，是，这边有留哦。来看咱金牌哥哥这边，即摆搁留一条命，所以得到1分咯。咱这边的苗条，再见，拜拜。黑潮，对。好来，不过咱这边有奖金哦。是因为留到1条命，所以得到这回合的2万块，加起来就35000块啦。今日甲35000块摕倒转去啦吼，今来咱的摕奖金游台湾。摕奖金游台湾，拢总有5组题目，每一个家庭成员轮流讲出正确的台湾地名，只要30秒以内，甲5个题目拢总讲出正确答案，就会当将头前累积的奖金全部摕走咯。摕奖金游台湾，咱这奖金偌济？咱即摆奖金是上济35000块啦。1000块，啊，咱这边去倒位游咧？咱即摆要来游台湾爬山的好所在。好，咱等下就有相片，啊，你啊甲我讲出这是台湾的什么山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要开始哦。嘿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即摆内底看到是东北亚第一关山，内底佫有杜鹃花。倒位东北亚，第一关山，第一关山，有山，啊，这个，好来。第二位，阿里山，这个，哎呦，过来花井，过来文化。阳明山，阳明山，都有阳明山，台北阳明山。啊，这个，过来。燕珠口的，到迄个中春树，泰鲁狗，都有华联的泰鲁狗。好，这个过来，500块的银票，这个山叫做九汤山。是倒位啊！加油新的大关山，大北尖山，大尖山，这是尖山，有什么尖山？大北尖山，这个讲金丢起来，讲金丢起来啊！是好，麻烦甲我徛定来，我徛哦，袂歹。今仔咱第一个，咱的玉山，玉山也是玉山拢会使。伫日本时代叫做新高山，日本上悬的山叫富士山，富士山是日本的圣山，玉山就是咱台湾的圣山。哦，因为咱的玉山3952公尺，比富士山更较悬，所以咱准叫新高山。第二，咱的嘉义的阿里山，咱袂使念做阿里山，阿里山哈。第三，咱的台北的阳明山，阳明山拢会使。啊，阮遐都草山。对，因为啊，规个拢是官帮，芒草，所以叫做草山嘛，人讲草山。好，第四，咱的野口步道和咱的长春池瀑布，咩讲？瀑布叫做水墙，长春池叫中春树，中春树水墙，这是咱华联的啥物？泰鲁国，因为是原住民话啦。来，最后这个大坝尖山，大坝
尖山，尖嘛，大尖山，伫台湾最幸福的，有机会一定要去爬咱的玉山，去咱的关山行行看看咧。因上尾啊，金偌济？上尾啊，搁留17秒，所以得到17000块啦！好，今晚咱今日来去颁奖，颁奖，恭喜哦！这是真的哦，这真的。我吼，佮甲我问讲。这敢是真的，敢是假？我讲无，这是真的。这是真的。阮节目拢是做真的啦。这是公共电视台。无，阮袂骗人的。是啦，是，有好佚佗无？哦，足好佚佗的呢。有刺激无？有咧，哦，足紧张的。你即摆有笑容？欢喜，欢喜啊！就算无食到肉嘛欢喜啦。对。好，今日咱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是，感谢咱辛苦的林淑琪林老师，捧下鼓励，罗拉罗。专家有地位，斗阵拼台语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再见啦，谢谢咖喱姐姐，谢谢你的奶茶，啊，感谢金姐，感谢主播。